喺呢一段時間，香港經歷咗一場令人心碎嘅火災。無論你係咪身處現場，嗰啲嘅畫面、新聞、哀傷嘅喊聲，所有嘅失去，都可能喺你嘅心裏面留下咗一道沉重嘅印記。你可能感受到悲傷、無力，個心好痛，甚至乎唔知道呢啲情緒可以點樣去梳理。請你知道，你嘅反應都係正常嘅，亦都係珍貴嘅，因為咁係代表你有一顆願意去感受、願意去同理、願意愛嘅心。今日呢一段冥想療癒將會帶你安撫內心嘅悲痛，亦都為逝去嘅靈魂同埋喺災難中嘅幸存者送上祝福。讓我哋一齊將呢一次嘅經歷轉化為對生命嘅珍惜。而家我哋一齊去開始今日嘅療癒，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。我哋讓所有嘅肌肉慢慢咁放鬆落嚟，合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，感覺胸口慢慢咁打開，呼氣，讓你心裏面嘅緊張慢慢咁溶解。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讓身體更加放鬆落嚟。再嚟吸氣，呼氣，感覺自己回到去內在世界。喺為任何人送上祝福之前，讓我哋先回到自己嘅身上。而家，請將手放喺心口嘅位置，感覺你嘅心臟仍然喺度跳動，仍然喺度承受住，仍然感受住。對自己講以下呢一句說話：我咁樣心痛，係因為我有能力去感受別人嘅痛。呢一份心痛其實並唔係脆弱，亦都唔係負擔，而係一種愛嘅能力。而家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想象將自己嘅悲傷、無力、恐懼好好咁擁抱住，呼氣，讓呢啲情緒有一個出口，可以離開你嘅氣場。再一次吸氣，將自己恐懼、焦慮一齊接住，呼氣，讓情緒慢慢咁流走。吸氣，接住自己嘅情緒，呼氣，讓情緒離開你。繼續吸氣，心裏面默念多謝你咁有愛。呼氣，讓呢一份善良慢慢化成力量，去包圍住自己，撐起自己。好好咁去祝福同埋感謝喺呢一場巨大嘅悲劇面前展現咗真心、同理心同埋人性最溫暖嗰一面嘅自己。而家想象喺你嘅心口升起一束柔和溫暖嘅光，呢一束光
係純粹平靜冇痛苦嘅療癒之光。想像光慢慢咁向外擴散，擴散到去一個冇痛楚、冇恐懼嘅維度空間。喺呢一個空間住咗好多回歸到平安嘅靈魂啊！而喺呢一場災難當中，所有逝去嘅靈魂亦都嚟到呢一個平安嘅地方。呢一度，佢哋唔再痛苦，亦都唔再恐懼啦。而家心裏面為佢哋送上以下呢一句說話：願你哋安息，願你哋得到光、平安同埋自由。我哋而家感受呢一束溫柔嘅光包圍住佢哋，承托起佢哋，讓佢哋返到去愛嘅源頭。而家開始將光慢慢帶返去香港呢一片土地，想象整個城市被一層金色柔和嘅光包圍住。呢一束光包圍住每一個痛失親人同埋失去家園嘅幸存者身上，同時亦都將光包圍住每一個害怕、悲傷、受驚或者仍然喺無力當中嘅人，包括你。讓光對每一個香港人講：我哋係一體㗎，我哋會共振住悲傷嘅能量，而我哋亦都可以共振住平安同埋愛嘅力量。我願意成為光，為呢一片土地送出光。感受心口嘅溫暖，就好似喺光入面被支持、被陪伴。喺巨大嘅事件面前，我哋明白生命其實一直都係無常嘅，而正因為咁，每一刻都變得更珍貴。一杯熱奶茶，一段日常嘅對話，一句屋企人問嘅你返咗嚟未啊？一個擁抱，甚至係一次嘅深呼吸，呢一啲都係生命嘅禮物。而家我哋心裏面對自己默念：我會珍惜我餘下嘅每一天。深深吸一口氣，感覺心更加柔軟，更加安定。呼氣，感受自己安於呢一個當下。最後一句祝福想送俾你，亦都送俾整個香港。願痛苦化成慈悲，願悲傷變成力量，願離去嘅人安息，願留低嘅人揾到繼續前行嘅勇氣。當你預備好，讓自己帶住微笑，可以慢慢咁打開眼睛。